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俄罗斯和咱们的友谊的小船能不能翻，什么时候翻。最近这个网上关于这个俄罗斯扣押中国几十架飞机，这个新闻很多这个还得益于有一些被扣押飞机的公司它是上市公司，所以它必须这个要及时披露这被扣押的飞机的这些动向。所以最近热搜上面有什么数十架中资公司飞机被扣俄罗斯，这个上了各个媒体的这个平台的热搜还有头条。我们看看这个第一财经报道，这个第一财经日报它8月13号有一篇报道叫数十架飞机被扣俄罗斯，租赁公司影响几何，飞机还能回来吗？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说3架租赁给俄罗斯的飞机无法收回，多年后山河智能002、097这是一家湖市的上市公司收到了来自保险公司的赔偿。8月11日晚，山河智能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AVMAX 曾与俄罗斯客户签订3份飞机租赁合同。自2022年2月地缘政治冲突以来， AVMAX 多次尝试召回上述租赁在俄罗斯的飞机，尽管已持续进行交涉与回收操作，但仍无法成功收回涉事飞机。不过近日这个山河智能这个子公司与飞机保险承保人就赔付方案达成一致意见，确认这个子公司可以从保险承保商获得的保险理赔额2900万美元，扣除利息费用等后的保险赔付款的净额是2296万美元。截至目前， AVMAX 已全额收到2296万美元的保险赔付款。按照8月8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人民币约 1.64亿元，保险赔付款项扣税后对公司净利润影响金额为 1.26亿元。不要小看这个 1.26亿这个山河智能这个2024年好像它的利润也只有几千万，所以说这个会计核算计入营业外收入占公司上一年度规模净利润的 173%。 那好多人就说了，这个账怎么算的呢？实际上作为上市公司山河智能公告还透露就是他们判断这3架飞机已经回不来了，所以他们就做了叫全额的计提减值，也就是计提减值就是这3架飞机清零，在账面上就是0了。但是这一回意外的保险公司给他赔了这个 1.64亿，那这个就相当于他是营业外收入，就是一笔意外之财这叫塞翁失马焉知后福这个失之三遇，对吧？得之什么东隅，也可能说反了东方不亮西方亮。俄罗斯这边清零了，但是他从美的那儿拿到了 1.64亿的赔偿。根据第一财经报道AVMAX 并不是唯一一家飞机滞留俄罗斯的公司。今年6月，另一家上市公司日发金机也曾发布公告称，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与俄罗斯客户签订了6份 B757 200货机租赁合同，目前收回了其中1架飞机，另外5架飞机仍被扣留在俄罗斯境内。2022年10月，日发金机也曾对上述5架飞机计提减值损失 7.41亿元。根据第一财经记者梳理2022年以来，不少中资租赁公司都面临飞机滞留俄罗斯并无法回收的情况。比如旗下拥有全球第2大飞机租赁公司的渤海租赁，这也是上市公司在发布2022年上半年亏损业绩时，就将亏损的主要原因归因于它的子公司仍有10架飞机位于俄罗斯境内，上述飞机能否取回时间、飞机适航状态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此，公司对相关飞机资产计提减值损失 2.98亿美元，大概就是21亿人民币根据相关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俄罗斯客货运航空公司的飞机超过半数为租赁飞机，租赁的飞机中又有超过半数来自海外租赁，这个租赁方就包括不少中资背景的租赁公司。根据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航空运输研究所，向俄罗斯出租飞机的中资租赁公司主要包括中营租赁、国营租赁、公
东营租赁、渤海租赁、河南韩投等等啊。由于无法确认飞机的适航状态，不少租赁公司都对滞留飞机进行了计提减值。比如中国银行旗下的中银航空租赁、渤海租赁、光大集团旗下的中飞租赁，均在2022年对被扣飞机进行了全额计提资产减值，滞留在额的飞机账面净值直接调减为0。所以这个时候从国外的保险公司啊能够拿到一笔赔偿，那简直是叫意外之财啊，天上掉馅饼。说其中中银航空租赁在俄滞留的飞机17架，全额计提资产减值8亿美元啊，这个将近56亿人民币啊。而中飞租赁有2架飞机滞留在俄，在2022年曾全额计提4.38亿港元。有飞机租赁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仍滞留在俄境内的飞机会通过保险和和解付款给租赁公司，由于租赁公司在和解前都提了减值，因此在和解当年一般这个项目都会盈利。而如果后续飞机能够收回，部分租赁公司也可以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对已减值的资产进行回拨，这个简直是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这仗都已经打了3年半了，往下4年，这个飞机啊，对吧？它这个是有使用寿命的，它的适航状态谁都不知道。说由于承租人保险和解款是俄政府拨款，所以分配上倾斜国有的俄罗斯航空，而出租人保险赔付只有投保出租人保险的租赁公司才会获得赔付。比如除了山河智能，中银航空也曾在2023年与俄罗斯的什么 NSK 保险公司就8架滞俄飞机达成协议，收到2.08亿美元的现金付款，一共是8亿美元，对吧？只给你赔了2亿美元，也就是你认栽啊6亿美元。这是俄罗斯的保险公司。不过总体来看，中资租赁公司对俄罗斯的租赁业务占比不大，而随着全球航空市场的回暖，以及飞机制造商因供应链问题而持续面临交付延迟，租赁公司也在享受因飞机供应受限而带来的其他市场租金上涨。这意思是啊，俄爹啊把咱们的飞机扣了，反而是件好事啊，对吧？这个阿扣精神啊。说多家国内外航司的管理层就对记者提到，2024年以来干线飞机租金价格大幅上涨，比如载体客机租赁费率就比2019年高出20%到30%啊。根据有关公司的统计啊，说干线飞机的租金价格在疫情后持续攀升，并且上涨的趋势仍未停止。公司预计双通道飞机的租金在2025年将上涨，因为波音777持续延期和空客生产缓慢的情况下，航空公司可能为了确保其长期运能，不得不支付更高的租金，这也令部分租赁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比如渤海租赁就披露，今年1季度实现净利1.45亿美元，同比增长36%，实现飞机租赁收入6.83亿美元，达到历史季度最高。也就是俄爹啊把咱的飞机扣了，居然还是好事啊。实际上，自从这个2022年2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啊，这个美西方啊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俄罗斯的这个民航业、航空业直接受到冲击。因为俄罗斯本来啊，它自己的造的这个民航飞机啊非常有限，对吧？它的空客、波音这些飞机都是租赁的，有时受到这个美西方一制裁，对吧？它的飞机的零部件它都没有办法买到，也就是整个的俄罗斯的民航业啊就要受到这个巨大的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啊，对吧？这个难不倒它，人家出台一个法律，把所有在俄罗斯境内的飞机统统的国有化。什么叫国有化？就是被他们直接扣下，都是俄罗斯的国家财产。这里面就包括很多咱们的飞机。据这个媒体报道啊，这个飞机咱们的飞机损失超过100亿人民币啊，直接给你扣了。然后还有媒体说啊，这个等到战争结束，飞机还能回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在美西方的制裁之下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它缺乏零部件呢，那飞机要维修保养，对吧？所以它就只能拆别的飞机来保一批飞机，拆零件呢。我记得俄罗斯为了它的那个波音飞机的那个保养，居然把飞机送到伊朗去。俄罗斯刚侵略乌克兰的时候我就说过对吧？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民航不能再做了，因为这个民航飞机主要靠维修和保养，而它的维修保养是跟不上的。所以你看俄罗斯现在是吧，动不动就是发生这个空难、发生事故，都是因为缺乏维修保养。关键这个事比较尴尬，尴尬在什么地方呢？俄爹把咱们飞机扣了，没有任何说法然后你去交涉有的公司去起诉但是你去俄罗斯起诉
诉，那叫自取其辱，你说不定还败诉呢。然后你去国际法院起诉啊，但是国际法院起诉赢了，没有办法执行啊，你起诉要费用，对吧？还要律师费、诉讼费等等，钱花了，执行不了。俄爹把咱们飞机扣了，损失有100亿，但是美的的保险公司啊，居然给你赔钱。当然你的前提在那投保了啊，你说这叫什么事？这让我感觉好像是咱们对吧，跟俄爹一起啊串通好的坑美的的钱嘛，对吧？咱们跟俄爹那是一家人，对吧？肉是烂在锅里啊，这是孝敬俄爹的，对吧？几架飞机而已嘛，给谁用不是用呢，对吧？就送给俄爹了嘛，主打一个孝。居然还有冤大头愿意赔钱的，给人感觉就好像这个咱们跟俄爹做局啊，来蒙这个美的的钱呢。但是啊，我们要警惕啊，这个美的啊确实没安好心，这美的很有可能是花小钱，对吧？办大事。别看他赔了这个1.6亿，这钱不多啊。俄爹扣咱们飞机，对吧？用咱们的飞机，那都是看得起啊。俄爹也只是啊把咱们滞留在俄罗斯的飞机给扣了，他还没让你进贡飞机呢，对吧？还没有让你给他刷飞机，这已经很不错了啊。但是美的啊，他通过赔这1.6亿，纯粹是为了，对吧？这是一种宣传，是一种麻痹啊。这就像那个钓鱼打窝一样的啊，这是诱饵，对吧？想让我们更多的去跟美的那些保险公司合作，没安好心啊，这个要警惕啊。对吧？我们宁愿啊明明白白的把钱，对吧？把飞机让俄爹扣押，咱们也不能上美的的当。飞机给俄爹啊，那是有说法的。美的的这个弹衣炮弹啊，那影响深远，不可不防。我们再看啊，这个俄爹对我们的关照那是非常多的啊，方方面面。这个虎嗅新闻呢，8月15号发了一篇文章，叫背后捅刀，俄罗斯宣布禁售中国卡车。平地一声惊雷啊！7月30日，一纸禁令从莫斯科传来，俄罗斯联邦技术监督如计量局宣布禁止进口如销售东风、福田、一汽解放和中国重汽在内的多家中国头部卡车品牌的多款车型，理由是刹车性能不合规、噪音超标、能效指标未达标。这个真是啊，这个也是体现了俄爹的这种叫棍棒底下出孝子啊，对吧？俄爹要求严格嘛，按常理啊，你说在俄罗斯要求什么刹车性能不合规、噪音超标、能效指标未达标，这都是笑话。这玩意是欧洲人、欧盟，对吧？他们喜欢玩这一套，环保吗？对吧？安全吗？俄爹什么时候要求这玩意？所以他纯粹啊，就是对咱们的这个卡车高标准、严要求，这个也是为咱好啊，对吧？所以千万不要理解成啊，给咱穿小鞋。虽然啊，我们这些车型早在俄罗斯合法销售多年，并且啊，也没有发生大范围的质量投诉或者事故，也无独立检测机构出具技术报告，但是俄爹的吧，他就一纸通知啊，宣判你这通通不合格。大家也知道啊，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啊，这个美西方的这个汽车公司啊，都撤出了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实际上是缺卡车，对吧？尤其你说那个前线啊，后勤运输的卡车都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炸得差不多了，实际上它是缺卡车。但是为什么缺卡车还对咱们的卡车卡脖子呢？是因为啊，中国卡车在俄市占率一路狂飙猛进，直接到了60%的市占率，就是俄罗斯这个国内那卡车啊都是大国的，俄罗斯本土品牌则下滑到30%。这个2022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啊，大国这个卡车品牌市占率啊，在俄罗斯不到10%，现在一下到了60%，所以这个俄罗斯人一看，你这是要干什么？再这么搞下去，俄罗斯本土的卡车品牌就没了。所以啊，各种摩擦、各种刁难就来了。2024年4月份，俄罗斯相关部门就出台政策，要求经中亚转口至俄的汽车，那都是大国的，就是从中亚转口贸易到俄罗斯的啊，要缴这个税费差额。2024年10月，俄罗斯宣布将进口汽车报废税，就是你这汽车要报废的话啊，要交税，大幅上调至70%到85%，就是增加这么多啊。2025年至2030年，每年再涨10%到20%，就这还不够啊。今年2月，俄罗斯技术法规和计量局以安全缺陷为由，对部分中国卡车暂停型号批准，制定召回计划，并停止销售。那么最近呢，那就直接就不装了啊，撕掉伪装，禁止中国东风、福田、解放、重庆汽车部分卡车车型在俄进口和销售。就这些东西你不能卖到俄罗斯来，这都是在俄罗斯的主力机型啊，受到欢迎的这个车型。不但如此，俄罗斯汽车报废税新规也在8月1日开始生效，认证壁垒同时大幅提高，实质性的为中国汽车设置了层层障碍。所以俄罗斯这一出啊，再一次证明呢，没有永远的父子，只有永恒的利益。在经济开放与产业保护的综合考量下，俄罗斯最终啊祭出了政策铁拳，对吧？
对吧？这叫亲父子明算账。这还不算啊，我们再往前看，2024年下半年，对吧？发生的叫中欧班列危机。什么叫中欧班列危机呢？也就是从中国发往欧洲的这个火车啊，在俄罗斯遭到扣押。扣押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盘查你卖到欧洲的东西有没有用于军事目的的。比如说啊，这个你有卖到什么波兰的，或者卖了什么罗马尼亚的这个军装，哎，这就不行，这都是用军事目的，所以被扣。还有这个，比如说啊，轴承，哎，这个也不行，为什么呢？你轴承可以用在这个坦克上面，或者是这个装甲车上面。虽然你说我是用在拖拉机上面的啊，那不行，要扣。所有经过俄罗斯发往欧洲的火车，它要一节车厢一节车厢的。那你说它这个，你即便全是民用的啊，那它这个耗时也时间长，导致这个中欧班列，对吧？这个货运量急剧下降。本来这个从中国发到欧洲的这个班列，1个星期就到了，现在要1个月、2月都到不了。谁让你的这个中欧班列要经过俄罗斯呢？那没办法。我们再看最近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俄罗斯媒体报道啊，普京签署命令，自2026年起禁止为俄军采购他国制造的军装。这个塔斯社11日最新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签令，决定自2026年起禁止为俄武装部队采购其他国家制造的军装。这个想都不用想啊，这个现在给俄罗斯提供军装的，也就是俄罗斯现在他采购的军装从哪儿采购呢？要么就是印度，对吧？要么就是土耳其啊，要么就是淘宝。土耳其、印度能给俄罗斯多少军装呢？啊，现在的很多军装啊，那科技含量是越来越高啊，对吧？你比如说啊，那个军装它要防红外线，对吧？要阻燃，而且现在你军装最好是能让无人机没办法辨别，也就是军装的这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俄罗斯为啥不要咱们的军装了呢？当然了，你也可以说俄罗斯它要国产化，他不放心，对吧？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对吧？毕竟还是有区别。但是啊，他2026年底啊就要完全国产化，这个事实上他也做不到啊，因为这个服装的面料啊，这个研发需要时间，它的这个甚至它的机器设备它也没有啊。俄罗斯的对吧，轻工业是非常不发达的，对吧？它的纺织业设备老旧，纺织厂70%的机器都是用了20-30年的。俄罗斯国内生产的话，它的成本啊比从大国进口恐怕还要高50%。从这一切可以看到啊，这个俄爹啊，那既需要大国的支持，所谓的支持就是从大国进口这些，但是又是对大国严加防范，不希望大国啊这个对俄罗斯的某些产业，对吧？这些产业形成一个垄断，或者形成一个决定性的一些影响，对吧？当你的这个占有率和当你的这个欢迎程度达到一个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它就要打压，这就体现出一种叫对吧？叫预防防范，也就是俄罗斯在美国和欧盟对吧这个多少轮制裁之下，经济是奄奄一息，就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要对孝子啊要严防。不能不说俄罗斯人啊，这个他对这个某些国家的这个警惕性啊。关于这一块啊，咱们看看这个特朗普是怎么说的。He did something that was unthinkable. He drove China and Russia together. That's not good. If you are just a minor student of history, it's the one thing you didn't want to do because they're basically natural enemies. Russia has tremendous amounts of land. China has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China needs Russia land. 当然，特朗普他纯粹是挑拨父子关系啊，其心可诛啊，对吧？他这个说法是要受到批判的，属于挑拨离间的。我们和俄爹呢是没有上限，没有终点，对吧？只有加油，对吧？我们虽然需要土地，但是我们也送得起啊，毕竟已经给俄罗斯送了不少土地了，对吧？如果有必要的话啊，只要俄爹扛起这个反美大旗，对吧？这个走在前面，那我们按照黄俄的意思啊，按照头部黄俄的意思，那完全可以把这个抹掉河以北，对吧？继续送给俄爹啊，这有什么呢？对吧？只要俄爹啊，这个高举反美大旗不要放下，为了反美，对吧？这个抹掉河以北啊，就送给俄爹，或者是做缓冲区都没问题啊。就这个理论的倡导者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叫什么大脑，普京的这个老师啊，杜金，对吧？他不就是咱们复旦大学的这个座上宾吗？但是现在啊，这个友谊的小船呢，恐怕已进入微妙时刻，对吧？要不然这个俄爹扣飞机这个事啊，不能上热搜啊，对吧？国内正经媒体也不会报道，这么大肆报道，就说明这个是不是风向有变化啊？再加上这个特朗普这不着调的，保不齐他要搞什么2级制裁啊，对吧？这特朗普已经对印度，对吧？这个加了关税，那保不齐对大国，对吧？也有可能2级制裁，这个说不好啊。那在这个高压之下，跟俄罗斯的贸易是不是会啊，这个叫急剧下降？
对吧？一个是俄罗斯防着，实际上这个咱们跟俄罗斯的贸易啊，它已经对吧到了天花板了，各个方面都没有办法再增加了，只会减少。一方面是俄罗斯它防着，它害怕你的占有率太高，对吧？第二个，咱也得防着它呀，它不给钱，这就是俄罗斯它没有什么契约精神啊，到时候来个国有化，对吧？把你所有的这个都给你扣了，你找谁收礼去呢？胳膊打断了往袖子里藏，对吧？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中俄贸易那就是火中取栗，也不说友谊的小船啊说翻就翻，至少往后啊，这个跟俄罗斯的贸易那是越来越小心，因为风险是越来越高。好，我们这期节目啊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